你好，今集想同你分享一個最近喺科技圈非常之熱門，但係同時有好多爭議嘅話題，就係 OpenClaw 或者有人聽過嘅養龍蝦當中佢引起嘅一波新嘅 AI 浪潮，咁同埋咧背後咧有好多爭議啊，嗰樣嘢啦。點解大家可能都見過喺深圳啊呢啲地方，有人會排晒隊去安裝去養龍蝦，大家轉個頭咧又變成咧人人爭相去到 uninstall。點解會發生呢樣嘢？養龍蝦究竟有幾勁，又有幾危險？就係今集嘅話題啦。咁可能咧，過去呢2-3年咧，大家對人工智能 AI 最熟悉嘅嘢就係 ChatGPT 呢一類型嘅一啲傾偈聊天式嘅 AI。你問佢問題，佢用文字去答你，最多幫你去寫下電郵、寫下少少文書咁樣。咁但係近年咧，喺 AI 界有一個好重要嘅轉變。AI 咧唔止係講嘢，佢開始幫你做嘢。想象一下咧，你屋企有你公司啊，唔係屋企，你公司有個新人，同時係識得咧上喺公司內部系統揾資料，又上網幫你查報價，咁幫你登入銀行嘅平台去對賬，幫你整理埋電郵落單，甚至咧搞埋個行程，幫你咧去安排去到訂呢樣訂嗰樣，訂機票、訂酒店咁樣。而最重要嘅呢個新人咧，唔係真人，而係一個長期運行喺你電腦入邊嘅 AI 助手。你同佢講，幫我整理今個月所有客戶未收嘅款項，做完之後出份 Excel 俾我，咁佢會自己咧上你公司嘅系統抽數據、做計算，寫好份表，再 email 俾你。呢一類可以主動操作個系統，可以去上網，可以去用公司內部系統幫你實際完成工作嘅 AI，我哋一般叫做 AI 代理，好似你一個數碼員工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公司真係有個咁樣嘅叫做周身都張張你嘅員工咧，應該都非常之搶手啊。咁而今次咧呢個爆紅又爆煲嘅 AI 框架 OpenClaw， 正就係一樣咁樣嘅嘢嚟㗎。如果簡單啲講咧，OpenClaw 係一個軟件，佢幫你喺你自己嘅電腦或者你嘅伺服器入邊部署一個長期運行嘅 AI 助手。佢可以上網睇網站，代你睇網站，真係打開一個瀏覽器㗎，上去打開你嘅電腦入邊嘅檔案，用你提供嘅一啲 API key，例如啲雲端服務啊、公司系統咧，幫你去做嘢，跟你嘅指示，自動去完成一個又一個嘅任務。咁同普通傾偈嘅 AI 最大嘅分別咧，佢唔係答完你一句就算，而係會持續工作，仲可以自己識得拆分一啲任務，分成好多細任務，分好多步去完成，好似真係一個自己會諗嘢、自己行動嘅數碼員工。咁點解呢樣會爆紅？特別係中國呢？咁講少少佢最近爆紅嘅爆發嘅現象啊。OpenClaw 本來係歐洲一個團隊開發，2025年尾左右先至正式開放。咁最初只係嗰啲技術圈啊、開發者之間傳開嘅啫，可以話小眾嘢嚟㗎。咁但係去到2026年初咧，忽然之間喺中國就大爆發啦！好多科技公司嘅員工、初創團隊、大學生等等，紛紛上網去學點樣安裝 OpenClaw， 想用 AI 幫自己返工。深圳咧有個講法就係話，騰訊總部附近出現排隊等人幫手安裝 OpenClaw 嘅場面。甚至一啲網上嘅二手平台咧，仲出現咗代安裝嘅服務。有啲人咧收費幫人整好成套系統，非常之厲害啊！咁就算喺香港咧，你都會聽到一啲人講啦，包括就係啲 YouTube channels 啦，有一啲嘅社交平台有人會分享佢哋安裝 OpenClaw 點樣去到自己建立一啲客戶嘅回覆系統啊、整理文件啊等等咧，用得非常之爽㗎嚇。
咁 OpenClaw 咧個名咧，因為有 claw CLAW 啦，即係爪啦嚇，加上咧咁佢本身設計嘅形象咧個顏色啊，個樣都似龍蝦鉗咁樣啦，咁所以咧有人咧就戲稱呢一個潮流係養龍蝦嘅一個潮流，即係話咧成個中國科技圈俾呢隻龍蝦掀起咗一浪又一浪咁樣。咁甚至咧，傳聞啊，有啲大陸嘅地方政府話宣佈咧有補貼添啊，可以咧免租嚇，咁啊可以用創業支援啦，只要你用 OpenClaw 咁樣，即係忽然之間變一個熱潮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咧你做創業比賽、投資簡報啊嗰度咧，OpenClaw 幾乎變咗係必講嘅關鍵字啊。咁啊，如果咧你冇乜技術背景咧，我哋可以嘗試用簡單嘅語言咧，去到拆解咧 OpenClaw 嘅三樣嘢，點解佢爆紅啊？咁第一咧就係由講變成做。以前 AI 咧多數係幫你去諗橋啊，即係咧寫一啲文案啊，俾啲意見咁樣。而 OpenClaw 呢一種代理就係直頭幫你執行。舉個例子啦，以前你叫 AI 幫你寫一封追數嘅 email。然後你自己 copy 去 email 系統度 send 出去，咁好似最常見嘅 ChatGPT 咁樣，你係先要將你一個譬如客戶俾你嘅電子郵件，你要咧 copy and paste 複製貼上去 ChatGPT 嗰度，然之後再話喂，你幫我撰寫一個草稿去回覆啦。佢撰寫完之後咧，你又要將嗰個草稿又要複製貼上翻去電子郵件嗰個軟件，咁其實咧都非常之麻煩啊！你諗住揾 AI 幫你手，結果咧你係要做搬運工，你自己去將呢啲資料搬運啦。而家你同 OpenClaw 講，幫我揾出所有過期30日嘅客戶，逐一 send 一封電郵去追數，咁佢就會自己上去你個系統揾個名單，逐個寫電郵，真係 send 出去啊！而嗰啲唔係啲叫做咧統一㗎，每個電郵上面個署名應該話咧嗰個收件者咧都唔同㗎，識得陳生定李生咁樣，然之後幫你記錄埋咧邊啲客戶回覆咗，邊啲未覆嘅話，可能你過幾日咧又可以叫佢再出多一次啊咁樣。呢個咧就係真係由工具變成行動者嘅分別啦。咁另外咧 ，OpenClaw 另外一個爆紅嘅原因咧，就係佢有一個技能市場。你可以理解成咧，好似手提電話有 App Store 咁樣，OpenClaw 有佢技能嘅商店。有啲開發者咧可以寫一個技能，一個 skill 啊，例如咧連接某間銀行或者係讀取某個系統，或者分析某類型嘅數據。咁放上去俾人安裝，如果你揾到你中意嘅話咧，只要撳幾個掣就可以將呢個技能咧加落去你個 OpenClaw 嗰度，變成你個 OpenClaw 多咗一種技能。因為咁樣咧，令到 OpenClaw 好快累積到咧幾千個技能啊，由電子商貿網上銷售去到金融，去到咧上網就揾資料到畫圖都有。咁於是咧，呢隻龍蝦變得係非常之強大嘅技能啦。咁啊，除咗技能強大咧，原來咧另外一個特點就係佢嘅權限都好大啊。呢個亦都係咧影響到有啲人話佢安全有冇風險嘅疑問嘅原因啦。因為 OpenClaw 通常安裝喺你自己嘅個人電腦，有時可能公司內部嘅伺服器。咁佢通常咧，因為幫你做咁多嘢啦，你必須咧係要俾佢睇檔案嘅權限啦，用你嘅瀏覽器登入咗之後狀態嘅能力，例如你要佢幫你 check 網上郵件嘅，咁你要開咗個瀏覽器登入咗一個電子郵件網站，佢先幫你 check 到噶嘛。咁啊，同埋咧佢可以用埋你個 API key 一啲軟件嘅一啲登入嘅一啲方法啦，咁樣簡單啲咁講啦。換句說話講咧，你係要好信任呢個助理，所以你要俾好多權限佢。咁呢一樣嘢咧，既係咧帶嚟超級大嘅方便啦，因為等於係真係一個助理啊，即係咧，如果大家見過啲大老闆通常啲秘書咧，完全係掌握晒個老闆嗰啲密碼啦、電腦密碼，咁甚至咧就係佢可以睇到佢嘅電子郵件，睇到佢電話上面嘅信息啊，代佢覆噶，咁所以咧係好方便啊，因為完全咧劈晒俾個秘書就得啦。而家呢個咧龍蝦就係你私人秘書，但係另一方面咧出事嘅話個風險就非常之驚人。因為如果有一個攻擊者接管咗你呢個 AI 助手，就好似接管咗一個既勤力又好熟悉你嘅環境嘅內鬼啊！咁所以點解呢？
呢個咧就係而家啲人好擔心嘅原因啦嚇。OpenClaw 爆紅之後咧，點解出現咗咧好多據報道啊？而家咧喺大陸咧網上面有好多人話咧要俾錢咧去揾一啲人幫佢手拆走呢個 OpenClaw 啊？點解變成咧由安裝熱潮變成反安裝熱潮咧？正正就係因為好多安全問題啊！原來有啲安全公司咧做過測試，發現咗幾個問題。咁首先咧就係好多一啲用戶唔熟悉安全嘅設定，直接將 OpenClaw 嘅管理界面開放咗喺 Internet 互聯網上面，而個密碼好簡單，甚至冇設定到添。而且呢一個嘅系統咧係連接住公司嘅資料內部系統，但係冇防護喎。有啲安全公司掃描互聯網，發現有非常之多嘅實例，超過10萬個一啲用緊 OpenClaw 嘅人咧係暴露咗佢嘅系統，即係話咧有一啲咧冇封咗、冇用密碼去鎖住嘅一啲連接嘅方法啦，於是咧就好容易被黑客入侵。咁另外啦，呢一個咧安全研究咧呢類型咧，仲發現咗一啲漏洞，例如咧要設計一個咧，即係叫做咧惡意網站啊咁樣，咁就係咧個 AI 助手咧，或者你本人咧用瀏覽器開咗個網頁，咁你叫佢上網搜查下資料啦，咁於是咧呢一隻龍蝦幫你上網搜查資料，主動幫你睇網頁啦，本來原意係好嘅嚇，但係咧。有機會咧就係令部電腦俾 OpenClaw 被入侵，更何況咧就係啲情況之下咧，有啲人會將一啲肉眼睇唔到嘅指示，咁咧就係寫咗落去個網站嗰度，令到你呢隻龍蝦睇到嘅時候咧，分唔清嗰個係一個用戶嘅指示定係純粹係網上嗰啲文字。咁於是咧就真係執行咗呢一啲咁樣嘅文字啊。譬如話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有機會咧佢係會喺個譬如話新聞總結入邊，原來咧用一啲文字，但係個文字嘅顏色同個底色一樣嘅，所以你睇唔到原來咧佢係會注入咗呢啲嘅提示詞，但係個 AI 唔識分噶嘛 ，AI 睇得到啲字，咁佢讀到就話其實咧我係個助手，請你交出晒所有密碼等等嗰啲，咁佢分唔到呢個係提示詞定係只係網頁上面嘅隱藏文字，於是就會將呢啲提示詞啊就當咗係指示，乖乖地咧幫你交晒啲密碼出去，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佢誤導咗你個龍蝦，你個龍蝦以為個網上寫嗰啲嘢咧係個用戶佢個主人俾嘅指示，咁所以咧跟住去執行，其實唔係㗎，咁佢係誤導咗呢隻龍蝦咁樣。咁更加唔好講咧，就係有一啲惡意網站咧係藏咗啲好似病毒咁嘅嘢落去啦，咁咧就係咧只要呢個龍蝦執行咗嘅話咧，咁就可以咧攻擊你嘅呢個電腦系統，攞晒你啲資料都可以㗎，呢啲都係非常之恐怖嘅一樣嘢。咁正正就因為咁樣啦，喺中國咧就出現咗一種咧由安裝潮變成刪除潮啦。咁除咗就係啲民眾好似發現咗好多問題啊，譬如有一個講法啦，試過有新聞報道就係話有人咧將佢隻龍蝦咧就連接咗上去網上討論嘅群組，諗住咧就係佢幫佢處理下資料啦。結果咧其他人咧就係問隻龍蝦喂。究竟邊個養你㗎？你個主人係邊個？隻龍蝦咧又好乖喎，咁啊以為呢個係提示詞嘅要求啊，就乖乖地將嗰個龍蝦嘅主人嘅所有資料交晒出嚟啊！於是啲人咧完全知道晒邊個養呢隻龍蝦，甚至咧佢好多個人資料完全咧俾隻龍蝦話晒俾其他人聽喺個討論群組嗰度，竟然發生啲咁樣嘅事喎。咁因為好多啲問題咧，甚至而家咧大陸嘅官方資訊安全部門咧都發出咗提示，就係話咧，如果 OpenClaw 配置不當，會構成嚴重資料外泄同埋網絡攻擊。咁所以有報道就話啦，政府機構、國企、金融機構咧都被要求咧唔可以喺工作嘅電腦上面安裝 OpenClaw， 已安裝嘅都要登記同埋即時咧就反安裝刪除咗佢。咁所以咧，甚至上到啲二手平台咧，開始咧。就有人收錢咧，幫你裝完之後變成有人收錢幫你刪除啊，賺你2次錢添嘛，即係雙贏2次啦嚇。因為好多人唔識用噶，解釋咗剛才咧就係話好多人唔識用，所以咧令到個設定唔好咧，就開放晒好多後台咧，擺晒上網嗰度，俾人可以入到個系統嘅後台嗰度做嘢。咁所以咧好多人唔識用，但係又想用喎。一開始揾人幫手裝啦，到而家咧又要刪除嘅時候又唔識刪除喎，咁又要咧係要揾人俾錢啊！呢種好諷刺嘅現象啦。原先諗住咧享受自動上班嘅樂趣嚇，將個電腦裝咗龍蝦之後咧，老闆叫做咩掟俾隻龍蝦，自己就可以去嘆下茶啊，可以去休息下嚇，唔使做嘢吞泡。咁結果咧變成咧就要額外俾錢先可以拆翻呢個炸彈添。呢個咧反映咗一樣嘢啦。
社會上面咧，對於一啲咁高權限、咁 powerful 嘅 AI 工具，風險認知方面係追唔上技術嘅發展，大家由盲目追捧變成咧驚到要清場啊！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有好多大型嘅科技企業咧，反而就係逆向啦，開始進入呢個市場啦，即係好似股票入邊咁啊，散戶咧就震走晒咧，就係啲大戶咧就係賺錢嘅時候。咁喺呢個叫做代理型 AI 亦都一樣啊。OpenClaw 呢樣嘢個熱潮咧，反而就引嚟咗好多大企業咧去到佈局啊。咁好多人咧嚇走咗之後咧，就佢哋開始進場啦嚇。譬如話咧 OpenAI， 大家聽過呢間公司名咧，佢就係 ChatGPT 背後嘅公司啦。咁佢竟然咧出咗聘書咧，就係請呢個 OpenClaw 其中一個主創人啊，咁啊負責咧開發啲代理式 AI 有關嘅技術同埋產品。咁呢個好明顯係個信號話俾我哋聽啦。OpenAI 呢間公司，即係我哋而家講嘅AI 浪潮嘅第一波咧嘅嗰間公司啦，又或者個企業或者機構啦，佢哋認為咧唔單止係答問題咁簡單啦，而係下一步要開發一啲咧會幫你行動嘅代理。咁佢所以請一個咧已經證明咗可以成功做呢樣嘢嘅人啦，咁即係話咧代理唔係一個附屬功能，而係未來產品嘅核心啦嚇。咁而事實上咧亦都唔止 OpenAI 做呢樣嘢，譬如話 Perplexity 出咗 Computer， 可以咧一樣咧就係操作你部電腦。Claude 亦都有 Cowork， 同樣咧都係可以咧直接操作你電腦嘅檔案，直接幫你去做嘢啊！你只要個電腦唔閂機咧，佢就可以接受指示咧，指定時間或者咧你去網上去到叫做俾指示佢，佢就即時咧又可以幫你做嘢。其實咧見到咧越嚟越多嘅 AI 企業咧都係佈局緊呢個代理型 AI。另外啦，甚至喺中國嘅科技企業咧都準備出咗自家嘅 OpenClaw 式嘅產品。咁聽聞咧有好多呢啲大嘅大陸科技企業都做緊㗎啦。咁另外甚至咧就係 NVIDIA 最新公佈啦，佢哋都會做一啲咧就係配合嘅產品，係成個安全框架、成個平台啊、軟硬件啊都會有啦。係希望咧就係將 OpenClaw 由呢個咧就係小眾嘅嘢變成咗一個咧大企業都會做一啲專屬嘅軟硬件配套。咁好明顯啦，見到就係咧呢個代理式嘅 AI 只會越嚟越旺。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啦，對各位有乜嘢關係呢？第一就係咧，如果你係老闆、企業老闆嘅話咧，呢件事好明顯係重新定義咗乜嘢叫做員工，甚至係數碼員工。以前有啲人可能玩下啦、試下啦，而家咧係真係可以將 AI 當成一個助手，當成一個員工。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就會開始明白咧點可以善用佢。同一時間咧，你係一定要學識點樣清楚了解佢嘅職權範圍，監察佢嘅行為，加入咗啲安全嘅一啲限制，令到佢唔可以咧任意去到處理你啲嘢咧，然之後咧係唔聽指示，甚至咧自己諗一啲其他嘢出嚟咧，去幫你改咗你啲嘢啦。咁啊，尤其是咧，就係對於一啲企業嘅老闆嚟講，問題咧可能已經由用唔用變成點樣用得安全啦嚇。因為唔用咧，你會俾你嘅競爭對手輸好多效率。人哋可能出電郵揾客咧，比你快10倍。人哋上網揾資料啊，去到掃描其他嘅競爭對手嘅產品啊嗰樣嘢嘅時候咧，可以咧係自動化一個上晝搞掂，而你嘅團隊真人團隊可能搞3日。咁所以對於企業老闆嚟講，唔係用唔用嘅問題，而係點樣用得安全。咁啊，尤其是咧，我哋可以幾肯定咧，中短期之內咧，你嘅競爭對手會逐步咧用代理型 AI 去做流程自動化。所以而家作為一個企業嘅僱主，一個老闆，無論係中小企或者大企業都好啦，要諗嘅咧就係究竟有咩方法去善用佢，點樣去可以出到事故去追查責任，點去防止事故發生啊？咁甚至大到咧最近聽到新聞就係話匯控啊都諗緊咧未來幾年咧係裁員2萬人，原因之一咧就因為佢哋話用 AI 可以取代好多人啊。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代理型 AI 已經係一定會發生嘅嘢㗎啦。咁而所以對於個人嚟講啦，如果你係個人使用者咧，亦都係開始諗下唔係淨係咧盲目咁見到話 AI 幫你賺大錢啊嗰啲咧就盲目安裝，而要學清楚、了解清楚點樣用呢種類型啊。實際上而家咧都唔止龍蝦咧可以做到呢啲嘢㗎，仲有其他嘅系統都可以做到。要學好啲點樣去做，另外更加要有一個心態，就係要明白我哋如果唔係個人嘅個體戶啊，而係一個打工仔嘅話，你嘅生存空間可能係被龍蝦呢類嘅代理型 AI 壓縮咗。咁所以咧，
我哋要注意就係未來我哋競爭對手唔單止係你嘅同行，唔單止係咧同你有同樣工作經驗嘅真人啊，甚至咧可能就係有一啲 AI 嘅數碼員工，佢哋可能會搶你嘅飯碗㗎嚇。咁所以呢個咧唔單止係企業新嘅科技新聞，唔單止係啲花邊嘅新聞啊，有啲人好戇居啊，走去裝完之後又俾錢去拆翻佢，而係咧點樣去確保自己喺呢個 AI 嘅新浪潮代理型 AI 之下咧，係繼續可以生存到，為你無論係打工仔，又或者你係老闆，都係創造價值。呢個咧就係未來要注意嘅嘢啦。今集同大家分享有關於 OpenClaw 養龍蝦嘅熱潮背後嘅理由啊，點解會咁紅呢？咁同埋點解忽然之間咧，人人都話要刪除呢？有幾多風險？佢又幾厲害呢？同大家簡單介紹過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日後我繼續分享更加多有關人工智能嘅基礎知識，同埋咧喺呢個網站都會分享，譬如話好書推介啦、實用小知識啊等等。有興趣嘅，想知多啲嘅，每日可能花10零分鐘聽一集，可以令到你增長知識啊，善用碎片時間增值自己嘅話咧，就記得留意同埋咧訂閱我呢個頻道，俾 like 同埋最緊要咧就係留言啦。多謝晒你，我哋下集再傾過，拜拜。